兄弟姐妹們，我講緊今日分析家分面，因為是間人類啊，是家嘅思想啊，十分恐怖。一個簽人數23第7節，一個樣講到，倡議律倡議善嘅，在思想裏啲就係變成樣人，這個思想裏啲律到哎喲，我冇變啊，哎喲我苦啊，哎喲我冇辦法啊，哎喲我冇前途啊。才會變成樣人，哎喲我不平啊，唔又好啊，醫生講冇變啊，那就係變成樣人，因為聖經講你律咪都會變成嘛計，嗱一個簽人數23、18節樣講到，因為一個前途熱天要嘅，一個盼望唔會切實，嗱我係各兄弟姊妹，自家嚟變轉自家嘅思想，律到何嚟，律自家嘅前途。唔係切實，律自己嘅盼望，熱天要在上帝裏面，在讓人自己嘅律所有在前面好嘅，將來我得福，我將來心裏我做嘅，心裏我做嘅有利息，我嘅平又好，我嘅生活成家，我嘅家庭平安，我嘅子女攏總心裏攏總聰明，攏總安好，嗱我嘅家庭。攏總得到平安，自家嘅思想，讓律我相信又幫助咗自家得到呢一個好嘅利息，因為聖經教話自家，你想買就會得買，你思想買就會變成馬契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